大家好，我係 TCL K-Train 大師，歡迎嚟到港之港第30集。我今日會介紹嘅係欣澳站。欣澳站顏色為灰色，位於欣澳打水灣填海區，於2005年6月1日啟用，係迪士尼線嘅西面總站。欣澳站並冇設置空調，只有幾部涼風機降溫。為咗有充足嘅空氣流通，呢個站設置咗全港首組月台閘門。另外，欣澳站頂棚為張挨幕設計，亦有助車站透光及通風。而為咗配合遊客同乘客需要，該月台設有客用洗手間，係前地鐵系統中首個喺付費區內設置乘客使用嘅洗手間。由於欣澳站初時只定位為一個轉乘車站，大堂係全港最細嘅，只設有7台閘機，旁邊係客務中心，冇商店。由於呢個站主要用作轉乘，所以只設一個出口，通往公共運輸交匯處。欣澳站係冇任何民居或旅遊設施，所以站出入閘嘅乘客唔多。出入閘嘅乘客主要係接駁愉景灣巴士或者乘搭來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此外，由於車站外嘅風光明媚，而且附近嘅小路可以近距離拍攝列車，唔少鐵路迷同攝影愛好者會利用呢個站去外面進行拍攝。由於路線運行圖設定嘅問題，機場快線列車時經常比東涌線列車稍早到，加上信號系統無法辨識行駛優先權，機鐵列車需要喺接近呢個站時減速，甚至喺路軌短暫停留，以按照時間表比東涌線先行。早喺機場鐵路規劃時，已經有一個站名為欣澳，但後來呢個站被暫時擱置，以緊急月台作預留。喺規劃期間，華特迪士尼公司及離島區議會認為欣澳嘅音字未能配合迪士尼嘅歡樂形象。地鐵喺華特迪士尼公司壓力下易名為欣澳站，寓意一個充滿陽光同歡欣嘅地方，以配合迪士尼樂園歡欣嘅形象。欣澳站喺2005年6月1日啟用，而迪士尼線喺同年8月1日通車，呢個站成為東涌線及迪士尼線嘅轉乘站。而原有嘅欣澳緊急月台被改名為欣澳緊急月台，雖然緊急月台上嘅標誌牌仍然未作更改。喺欣澳站興建期間，同時預留咗一片空地，供日後車站擴建多一個平台供迪士尼線使用作準備，而呢片空地現為一片草地，但設有鐵絲網圍住。今日欣澳站嘅介紹就完到呢度，下集我會講青衣站，未完待續。